对，有球场车等1.5就可以了。
我把那个竖屏打开了，看一下，应该管它的。竖屏直接发抖音那些，发那个 shorts 那些比较方便一点，不用加工了，直接使用。跑多快了！哎，曲山，哦是打错了，好像小罗，我听声音有点像曲真的。我问他那个毛巾的问题，不来了，没发消息。曲生今晚来不来？是的。我发消息没回来。我把围巾给他背上的。我身边过去，我不知道啊。从我旁边冲过去了，我以为那个没看正面他背影，然后以为是那个两姐妹，再加上那个102来了。1.7米啊，两个都1.7米几。对，我没有，应该会来吧，应该会去啊。罗了的嘛，我以为是。
频都有开，都有开。这个竖屏做短视频方便一些。过去全是香味，你冲过去味道都闻到了，好香啊！哦，一过去全是香味，10多米以外就闻得到。沙漠。做好了之后，还有直接自动保存，然后直接发那个直接就发抖音啊，发视频的嘛，那个不用加工了。我这是没来呢，我问下搞忘了，再微信一下。都来了，英卓也来了，他们3个。好久没见了，几天没见了。豆儿昨天都来了的，他今天来不来哇？应该要来吧。他去你店的，去你店那个看了吗？还没去啊，我以后要去看一下。因为他们他有咖啡店吧。这中环路那边2.5环那边也不是很远。到这里去了。
送拉也来了。哎呀，跑来了！哎，你这不是牛啊，这英文也是。
巾你晓得吧？啊，我背那个围巾你知道吧？围巾啊，你的围巾搞忘了，有个围巾是你的，知道吧？等会儿给你，等会儿给你围巾，你那个等会儿给你。双湖传统江湖风情舞蹈。那些客人。喂，你8点50可以过来吗？啊，对啊，8点50送花那边，他们一起送过来。还有那个他们是送到舞场还是送到这边？送到跳舞那个地方。我8点50过去是吧？啊，对啊，你反正早一点过来就可以。因为不是这边有差不多有啊4个人左右嘛，你去。没事，你那个还有，因为我准备了2个鲜花，一个是你的，还有一个丽丽的，就是主要是那个你那个生日蛋糕嘛，生日蛋糕应该就13场的时候可以在这儿吃吧，就直接在这儿吃了吧，你可以把他们叫过来吧，好吧？好嘞，好吧。你应该可以过来吧？哦，就在很近的嘛，就在你这边就在我们旁边的嘛。对啊，你叫他们一起过来吃蛋糕也可以啊，这个也行是吧？好吧，好，等会儿见哈。好。
点长。三兄弟。
罗马那边开了就正常了，对不对？就是7、8人嘛，明天他们派出所他们所长他们又也去讨论一下。对拉车就是有点，之前我刚刚来的时候以为是那个，我以为是丽丽的打扮，其实不是，看错了，现在开始拉车。这两个干啥的？看。你看我们两个。这个9号给我装，1号给我装，7分多钟，7分40秒吧，应该是42吧，7分42秒好像是，1号给我装，要上班单的。后面就不说了，那个有点不文明。好像他也不会，因为前面杨秀跳吧，杨秀和那个很智慧跳，他转圈吧，他可以看对面跳。曾经那个蹦蹦跳跳的肯定累得不得了，全身是汗，就是那个登志那种嘛，登志全身，他每次跳都全身是汗，所以他长不胖。今天晚上要唱歌了嘛，永生要唱歌，这首歌要唱。我说他们这个旁边那个9中心3楼那个，就隔壁，不知道效果好不好。
啊，其实早就跳过了，以前就跳过了，有很多桩。只是他们这边跳的比较晚一点，其实早就出来了，去年11月嘛，12月就出来了。我跟那个出来之后当天发布了之后，我就给跟志和小罗你们排练嘛，自己跳自己的动作。后面他们第3天嘛，第几天，然后那边艺术团也跳了那个，后面他们一直没跳。乐火过当有4段，其实跳1、2段就可以了，3、4分钟就可以了，没必要跳完的话有点长了，有点像西藏过庄跳起来。西藏过庄跳起来也是他写的，也是让他买单的，那个也是7分多，也是8分钟不到吧。这个也是一样的，就是时间都差不多，但是感觉没有西藏过庄那个好听，感觉，因为这个重复太多了。西藏过庄那个男的跳得非常好看，因为他那个动作幅度大一些，还有就是节奏快一些。50他没来了，送花的那些没来，他怎么没来吗？
抖音。不高嘛？这还没来呢，你几点钟了？今天人不是很多，围观的人不是很多，我觉得跟以前正常的一样啊，不是很多。哎，康州也来了，康州老人区。好难得哦，好难得，又来的比较晚啊，来的比较晚，我刚刚看到你。勋哥。这个也跳过来，只是说没有，比较少。这玩意儿蛮我跟你俩走嘛。白狐狸上的黄的。你那走马的过程，他不在旁边，还有你的。花是中间是看的去的嘞，他看都去咱有了的嘞，想他妈看的家车的嘞，呀算了耶。等一下嘛哈，就等一下啊，玩一会儿嘛。是新歌至于杨秀儿会我跳几次了？哎，好嘛，蛋糕就拿到里面去，随便你自己决定吧。
对啊，对啊，你在里面那个粉，好吧？一样的，好嘞，好，知道。你自己决定吧。等一下那个他把那个花送给你嘛。花或水果也是的，水果也是，水果也是，水果蛋糕都是，水果和蛋糕是。哎对。拿走了吗？等会儿拿吧。强生把单，现在要放那个多少新的？经常的。没事，他这还有来拿的，还有他就在旁边，没事没事，他就在旁边。那你先拿走吧，就是不用他送了，你自己拿走，好吧？都可以。啊，好，等会儿见哈，等会儿见，就在旁边的嘛，这么近，3楼的嘛。那等一下说嘛，等一下说嘛，等一下说10遍啊。来不了一天啊。拿这些老师傅，就是。当，金川国的放我买华尔兹那种感觉，那个好看。太多了，一个时段，基本我算了一下，应该在43分钟左右。一般他们跳的是第1段到第3左右，后面第5段、第6、7、8有都不会跳。别人说那个是吧？做肩膀嘛，中国人的一个腰啊，长中的是肩呐。
它那个京川过程太复杂了，并且取的名字也不好记，一点都不好记。第5段是啥？哪一个？耳机那个。这个特别的是华普啊。黑衣服那个，李丽的，还是那个苏先生啊。妈妈，很欠你的，你看，很欠。还有他妈的回应，我直接要了一张图片。这还跳不跳？跳到我的这个放第5段，还有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跳第5段哦，应该只有小罗会跳的，只有小罗会跳第5段。南卡查尔丁。专业的跳舞的，这小罗和就是专门跳舞，工作就是跳舞。谁编的舞蹈啊？这是京川国庄，它一共有10段，10段加在一起要跳将近45分钟左右吧，40分钟45分钟是吧？10首歌曲。跳第5段吗？第几段？第3段还是第几段？
跳第5段他们都不会跳，只是小罗一会儿可以跳。这牵手，找一看，反而去找，反而都走。去跳呀！做那个做脚那个。叫牵手在跳，在跺脚，反正这个服装有点复杂，这个服装太麻烦了，没有跳完的。这一天跳广场舞就跳了1首，对吧？4首没有。这个只有上场时才跳，不然那场地没这么宽松。退了。没有人给你牵手哎，牵个空的。司机，咱进去噻，牵手，不拉手，牵手快点。插进去嘛，那边空太宽了。看吧，没机会了嘛。没时间了。就是吧，早点那个。要么再放第5段嘛。要跳3段的，就是13分钟左右。哎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呢？刚到，我就跳了两个半的舞。对哈。干嘛呀？我以为一个就跳不来了。啥意思呀？还有第5段肯定你也跳不来。我今天早上修了。老大概是再来一个，真的来了一个。等一下，我给你把那个，等会儿。姐姐，真的好热呀，这样唱。就是讲不到3个清晰。
哎呀，好难得，很少人，很少跳舞他。你也去了？你去不去礼堂？去了。旁边礼堂走嘛，去不去？你要去吗？我想去，我要去啊。你喊了吗？啊，你喊了吗？什么去吗？他们喊你了吗？喊了，怎么样？礼堂怎么的？3楼嘛。3楼啊？我是不好意思去的，真不好意思的。先去吧，完了上面再拍视频。第二片视频慢慢就。这里，哎，大叔。对，哪里项目是啥子意思哎？啊。假如你在哪里项目，哪里项目那是啥意思？哪里节目是还是哪里节目是呀？哪里节目啥意思？你那边走，金川嘉禾合唱。经常加入这个是加些小弟，我们这都是加入啊小弟们呀。他们那个歌坛，他们是把我们那个古庄那个文化是被他们偷起走的小弟们，我呀。加入历史的是最长就是我们加入啊小弟们，我呀。加入加入历史是我们最长的。哦。那种也就那个范围嘛，这样就是马尔康。被他们偷起走的。他们那个金川歌坛，以前毛的大小姐担保嘛，就这几个地方。老师不在，谁在干什么？工厂有点。是，哎呦，哦，都有记得吧？我以为是听错了，我有听错了。走，看不到了啊！也参加，等会儿看，等会儿参加生日派对。这边也有清楚啊，这一堆。哦，这边是在他们直播那个丽丽的那个，丽丽和谢谢。不客气，没事，他应该看得到，他本来在直播。哦，我跟他说了直播，他会看的。不客气。就是泰语怎么说，我不知道。只是见面的话就萨瓦迪卡。你们去礼堂那边？他们上了。对。这边有点光线，那个这边嘛，这边这个东西，这边可以。我们俩一起去吧。这等下面个多拍几张。我们俩一起去。多拍几张选一下。对，谢谢。没事。明天来不了。他妈妈跟他自拍架。明天不准吃饭哦。他在帮他直播嘞，你在帮他直播。早上、中午、晚上都不能吃饭哦。没有来的。这个照片我用了你们的合影那个。谢。对，没事。辛苦了，不辛苦，一点都不辛苦。我只是把那个钱给发电做了送过来就可以了，很简单。妈妈已经保证只有1米高。这个是我妹妹，拍了4个。还想拍点影响。对呀。现在结束有点早啊，灯都没关掉，现在。这灯还是那边。明天晚上吃饱了。不准吃饭。我们吃啊！你太够呛了。明天晚上不要吃。这个内功都没有说是嘎。我明天要去工地。刚刚说话了。我不会去。认识吗？这是我的妈咪。我知道呀。我的阿妈。我刚过来的。优秀。太客气了你。不要这样，对呀，你太客气了。昨天晚上给他发一个。我来了，马上我记了。这样关灯之后还是很亮啊，旁边那个路灯，高架桥那个灯比较亮。啊，没说我说灯光还是比较亮，因为高架桥的灯还没关呢，关了就要黑点点。我用了支架用架子算了，肯定要去参加派对的呀。
照片关掉。看吧。谢谢谢谢，谢谢哈那个。哎，没了包啊。我的妈呀，好热！我就这个也是照着我刚才那个搓嘛，这边光线好，就朝那个方向好一些。对，这边亮一些。我这个照片好像它那个搓嘛。那就是灯光哦，灯光那儿给搓黑，这边灯光好些嘎。嗯，对，对，这边可以，这边。哦，加油加油！好漂亮，我要我们看多照片嘛。哦。我说我们看那个照的，刚刚照的好黑嘛哟。对对对。我幸好穿那个衣服，好黑哟。我把那个。你在那个经常拍视频的话。